无正常的关系啊。无正常哦，安尼咁好。哎呀！好来，第二个提示，发生伫女社，无正常。诶，发生伫女你即马社就，有啊？哎，头就去看了，你知？头外只屋外屋，外屋外遇啊，不是啊嘿台语啊，翻成台语，讲台语啊。三头家啊，头家。哦，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头家，嘿倒位看到？发生伫路下。发生伫女社。平常时我要头食，我是袂去啦。哎呦，伊拢咧厝的头嘿啦家。嘿啦嘿啦，无正常的人嘿，好，你的答案是头食。来，老师头家对唔对？要伤紧哦。哎呀，不要紧，来，13位有机会哦，要搁继续看提示无？继续。好，来第三个提示，翁某的离言，翁某的离言哦，好来，掠狗掠狗，哦是因为你发李女社发生无正常的关系，是嘛？这就是掠狗。掠狗，好来，老师掠狗对唔对？哇，狗！咱有继续把加入去，哎，恭喜咱罗家加5金咯！好来，咱继续看一个哦。啊，还有咱的迄个征信社，好像金信虾，丁信虾，丁信虾，丁信社，啊，再来地面床顶，哎呦哎呦哎，这种代志真正有影叫唔通做，会离婚哦。不是唔通掠着，唔是唔通了，是唔通做啦，嘿啦，嘿啦，迄间嘛袂当啦，开伫翁仔某，上次就是安尼，好好啊，好啦，还是婚婚呐，翁白拿会顶，翁白拿哦，会顶哦，好来，第二个提示，有会转西椅啊，会转西椅啊，哦，来，家己利用店，剃头店，剃头剃头店好啊，剃头店，剃头店，嘿，好剃，头店，确定嘿，为什么？是美容仪剃头店，美容仪剃头店，美容仪剃头店，你要选一个啊，对，算一个，算一个。安尼阮拍剃头你无就可店嘛是会怜呢。洗啊，嘿嘿，你看的是迄落红色、白色、蓝色，对啊迄，顶嘛，嘿上早以前对啊，嘿，是啊有机会有转西椅啊，洗衣啊，对啊，哎，嘿，对啊，是好来你会当决定一个。剃头店，剃头店，来老师剃头店对唔对？哇，狗！来分数，恭喜咱的嘉嘉开市中5奖！哎呦，开始就对啊啦。好来，搁刷入去咱看者看提示，有查甫会变烟头，哎，啊查某就变水哦，啊有水通洗头，嗯啊，搁会修喙鬚，是真正咩？以前的剃头店嘛，搁当啊为是安尼哦对啊是好来，袂歹哦冇。去过呢，其他3位加油哦！加油加油吼，剩5000尔我哦。嘎，哈，你是咧叫吗？我嘎。乱爱闹，乱爱闹哦。啊，想到乱来就会有迄个闹哦，恁少年上爱讲的哦。好，来第二个提示，假困的人，哦，乱爱闹个假困的人假困的人到底是啥咧？好，第三个提示真重要哦。来，第三个提示，顾一个囡仔，个一个囡仔乱爱闹哦，个假困哦。安尼这应该妈妈会较接拄着哦，顾一个囡仔，好来，过来哦。第四个提示，头壳顶酷酷，头壳挺酷酷，哎呦，这已经足明显啦哎哦，呦，嘿呀，个顾气咯，应该不是一个物件哦，嘿，不是物件哦，是，无是啥？会使提示吗？无，哎呦，无咧歹势，关仔呀啦。来来，搁有第五个提示免惊哦，手放好哦。来，第五个提示。牛看到北京也是牛啦，哦，这是你讲一个啥，我拢知影哦。我已经知影。来哦，四个字哦，要安怎讲？伊是一种迄个形容词啦，形容，嘿，讲一个人一种状况，来哟，拍谁咱唔知，是我都唔知，三、无忘记哦，二、忘记哦。一，哎呦呦，来来，我来这个，嘿来啊，，这个是囡仔宝，哦哟，是囡仔宝有影，哎，袂歹啊，是啊，马上哦，马有上这个马上哦我哪弄的咩？对啊，拿出来的时阵，啊，拢袂听讲，袂
纯粹啊！哦，哎，嘛袂歹哦。好，来，老师四个阿宝，对唔对？哎，拍摄啊，甲想看麦，老师死囡仔报甲恋爱脑差一时啊。是，好来，三位有机会，紧了。来，来，气心路命。哦，气心路命。是，好，你倒位看到气心路命？我即马气心路命。叫袂出来气心路命。是因为恋爱脑，互你气心路命吗？是不是？是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。气心路命。来，老师气心路命对唔对？甲想看麦哦。哎呦，剩两位啊，君安、阿金。来5000块呢，那放弃都无啊。看妈妈有捌甲你念过啥无？来，来，目睭青眉。目睭青眉。咱较常听到是目睭顾着喇叭，对无？这我感觉会过哦。目睭青眉。那即马若是只要有少年人讲的，我拢感觉真有道理。好，来大声讲你的答案是目睭青眉。来，老师目睭青眉对唔对？这有自信，但毋过毋对。如果真有创意啦，我感觉真好。好来，君安。結空結空。哦。来，結空結空。因為假困的人嘛，吼。好，來，大聲講個老師聽，你的答案是結空結空。來，老師結空結空，對唔對？大家拢做有創意，毋過拢毋對。到底是啥？老師會甲你講，來，老師，咱到底是啥咧？來，咱正確的答案其實拄則來賓小可有講到咧。哦，講袂春車啦。哎呀，是啦，這個講袂春車啦。我想要講迄個有一個音，迄個固執，固執哦，迄是執，吼，剛剛池少人講執腳，哦，嘴合開哦，吼。薛仁金後邊迄種後邊才對咧，我一開始就伫遮。賣完機。來，咱細漢的時陣，咱就捌知影這個阿嬷是媽媽攏捌講過，是。好，來，我來問一下。金頭卡。來，阮300里。其實我就想要選 A 啦。嘿，你的感覺安尼愈來愈好嘅，嘿，對無？有你甲人分享啊嘛。分享啊，我我佮分出去，嘿，迄啊，你選 B 啊？愛是因為我有安尼做過，是。我唔知影是毋是安尼，啊，毋過我有安尼做過，我有甲我的紅包攏啊囥佇個枕頭卡，元宵。啊有過元宵才開掉無，我袂記的，啊，毋過有囥佇個枕頭卡。反正一定有開掉。一定愛開掉。元宵過就通啊開掉嘿嘛，啊。嘿。好，來，我要問玉酸。來，好來，你感覺？哦，阮感覺是 B， 因為來參加全國有智慧的時陣哦，有講到這。哦，我學到啊，你有個題目記伫頭殼內底就對啊真正啦。學到。是，好，來，是毋是囥甲元宵咧？安尼伊真好記住哦，呢。嘿，咱正確的答案是。真好，好來放輕鬆，來，咱聽老師來解釋，來老師。好，來，俗語講大人愛趁錢，啊囡仔呐愛過年。啥愛過年呢？因為過年有啥？有紅包通摕。哦，啊伊早若摕了紅包，是大人我甲伊講，囥倒底，缀在迄個枕頭卡，吼，安尼困吼。啊，是安怎安尼咧？原來是為着要辟邪。惊这个囡仔去互啥恐怖的这个年兽，就是年兽肉惊着。啊，后来咱的风俗豆豆演变到即马呢，讲安尼会当啊啦，祈求规年拢好运。啊，话讲吼，爱缀伫枕頭卡缀到正月初5。啊，话讲爱缀15天缀到咱的元宵。讲安尼，你新年的好运才会当安那一直延续落来，互你规年透当平安顺遂佮圆满。是，哦，哎，我看错，我以为这个是 C 啊。不，来，你应该会当去看落啊啦。你还去看目睭科啊，啊？是啊，不要紧，无一定对对。台南的林凤仪啊。对。你捌？那问伊，伊想讲这是 C， 无应该问伊。哦，安尼你拍摄你搞。拍摄我搞。真正有这个牧场，对啊，是真正有牧场的人是这个名啊。哦，我是安尼，记。对，有一个。对，
对啊，才有这个，你台南吗？我唔是台南，啊，毋过才有这个编排的牛铃，牛铃嘿，因为有真正有这个人。哦，来，哎，万一，伊敢若叫枪拍着，拍到换大假是对吼，嘿，假是对。是啥物？有含镜是含镜含镜是吗？是，哎，无咧，无啥含钱哦。哦，无含镜。因为我会记林凤营林红颜是一个名，是一个名，我会记你是安尼啦。哦，啊，毋过是毋是咧台南？是啊，吼。跟高雄呢？哦，注意哦。是哦。来，咱这啊，我是啊，即马无人学你啊，啊一个尔。一个尔，所以我嘛无请北压呢。啊，想咧嘛惊呢。有人地上透试试。但是我应该毋是 A 啦，绝对毋是 A 啦。为什么？A 林凤营应该是伊遐有一个军营的什么会的意思。平安营，平安营，伫遐，所以毋是伊的名，不是伊的名，应该毋是伊的名。哦，啊，阮就要分散风险，哦，阮两个查某囝就去吉安，啊，阮两个翁仔某留伫杨梅。哦，伊是确定绝对无 A。啊，咱这三个是要创，嘿，你会使转去啊？医生啊，你选 B 的，对这来卡波应该是无唔对。哎呦，哦，巧。哦，你就刚巧呢。你要换对啊，不要换对啊。对啦，没有啦，大家啦，风险拢甲分去嘛。对啦。好，来，真正有影较济啦。系啦。哈，花莲的吉安，上捌去过。有人去过吉安无？哦，阿星，嘛算伫咧市区，嘛是咧市区尔。市区边啊？是，我拄仔伫遐转来，遐真好佚佗。啊。大家通下去花莲行行的。好，因为即马路拢真通啊。好，替恁看过啊，拢无问题啊。无理由啊啦。是，无。你选的是吉安，是因为风险吗？唔是啊，我就是想行袂去卡啦，行袂赴啦。 A 就是听起来都是军营，我嘛是想讲是军营啊。啊，吉安我军营啊，以前吉安是因为我以前有一只狗就叫个名，啊，想讲因为狗叫迄名，一定有人嘛叫吉安，已经有啦，对啦，这名是较普遍有影。对啊，较普遍的。来，阿星，你嘛选花莲？我感觉因为其他的答案敢若唔是安尼，啊，花莲吉安可能是日本人的名字。哦，就有一个日本传统诶。有影哦。知影你啥会来伫遐啦？我唔知。哎呦，我掉啦，歪路啊！嘿啦，哎呦，开始在行动嘛。歪门案呐，这下就精彩。好啦，来啦，咱起来看，咱请。今晚吼先分析一下吼，若是 A 就是咱的风格中营吼，啊若是 B 吼，今晚就是咱的迄个罗家中营，因为迄堆敢若一个尔。啊若是 C 就是咱的酸家中营，因为哦不是，哦无是酸家加了，加两个，是，啊是酸家等于酸家3个，诶，好，拢真有可能哦。哦，是倒一个。对人名来，我唔知影。A、B、C 有3个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卖跳，地动，卖跳。恭喜哈！来，台湾的地名安怎来的？有几款情形啦哈。有的是用啥？在地食物的和名，比如讲咱桃园的杨梅加粉林的刺桐，哦，拢是。啊，有的是因为安那国民政府嫌自地地和名，这日本开口那相当较甲改的，亲像啥花莲的吉野。甲改做即卖吉安哦，啊若用咱名来和名，这就较罕见哦。亲像台南的林凤营就是林凤是一个将军，伊军队电信讲来台湾拍荷兰人有战功，佮开垦真济所在，后来煞战死去，为着要纪念伊，转甲这个所在号做林凤营。所以咱的答案是台南的林凤营。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你听看，对，啊，演唱会咧，演唱会咧。
小 A 出去。